这是到泰国北部清迈的一贯道火场办道，回来的红点传师，中营的红点传师口说的了，在六祖坛经班提到的了，口述哦。泰国高僧呢，当住持已经40多年了，还能够求一贯道三宝心法。泰国的和尚地位很高呢，衣服不能被女生碰到呢，连在做翻译的时候都不敢靠近呢。然后好像说有12个高僧来求道了。在吃饭前的祈福的时候，泰国道亲都跪着呢。求道后是肯定来求道是对的呢，非常欢喜，非常欢喜。还有11座寺庙的和尚要求道呢。一贯道在泰国传播了情形，道是超越宗教的了。泰国和尚地位很高呢，连国王都要拜和尚，礼拜和尚呢。泰国号称佛国呢，